咱再来看立法院今仔处理在违法的修正案的合议案，行政院长邓英台是提出5大理由来表示讲因拄到的困难，拜托立法院就同意这合议案。也毋过，即阵无偌久，中内外拢发生冲突。立法院3读通过财政收支违分法，行政院认为抵赖难行，而且立法院合议12率行政团队报告备询。不过，国民党立委都开始即阵无偌久，就甲大卡起冤家。你有没有跟本席约时间来沟通？有没有？有，但是有时候约不上时间。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议场可以一直录影吗？那野立委不满大卡的民进党立委对因录影，向立法院长韩国瑜抗议，连共党的委员陈玉珍拢忍袂了，站起来甲因理论，甚至规矩坐伫咧镜头前。没有闹场吗？你们昨天没有闹场？即阵到上尾啊，卜坤基搁再甲台积电的问题提出讲，咱知影讲伊一落台了，就和林野立委申博阳口说讲，伊讲的甲在违法无关系，场面真混乱。这时阵陈玉珍搁来斗一卡。因为你担任行政院长，同意了台积电到美国去，而没有任何条件，这就是出卖台湾。执行有没有问到任何跟台湾版有关好的内容吗？怎么不敢回应？叶老师认证通匪立委。拿上别人的谣啊！为什么拿美国人来制造台湾的混乱？我是在问你啊！为什么拿美国人来制造台湾的混乱？针对在违法修法，行政院长窦英台讲，修法调整各级政府税收划分，所无并动检讨事权，阻碍中央部分的施政推动，甚至伫地方自有财源增加的情形下，则规定中央袂当减少地方一般性补助，再加上修正了的土地税款分配，也进一步扩大城乡的差距。希望修法卖遮赶，会让合议案成案。使用复议来做这个总预算复议的院长史上第一那我觉得现在完全就是在用嘴皮治国。如果复议案遗憾的失败了，没有成功，当然下一步民进党团已经做好准备，我们也会提出释宪、暂时处分。那也重申，在违法修法绝对不是抢中央的财源。要那民进党是有国讲，那是在违法加预算案的合议案无通过，所以除了实现以外，也下乡宣讲向人民报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